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背后了条王高资本海嘅新嘅车庄桥呢，係呢咧有100年历史嘅台东县比南乡资本文产企業新嘅地標哦。到今年嘅7月初1嘅時間呢，已經辦理過呢種統查店裡嘅檢查哦。不過目前橋面上還有很多工人才施工，呢條橋呢還冇辦法嚟統查，正式嚟統查哦。咁樣嘅情況，本當地嘅民眾韓國嘅嚟文產企地位度飯店一陣，因為公部門對呢幾隻資本文產企都白風災、莫拉克風災以後嘅重建，甚至係100年文產企嘅規劃啦，韓國種設計等等嘅無啦用心。咁喺整件咁樣嘅情況，有一個地方上存在一啲矛盾韓國衝突，必須要先面對解決呢。像底下呢行業呢種車種條旁順嘅中醫同嘅太書條下嗬，同埋呢嘅詳情嘅講法喺物界嘅欣賞喺物界，韓國嘅飯店一紮，韓國嘅呢個種嘅公部門咧。代表呢，要用埋嚟回應鄉親嘅訴求呢，我想等下嚟到現場談談大家嘅聲音。開會了！好，以下鏡頭來到呢台東縣比南鄉資本呢地方哈，那資本文產企真見呢太舒下嚟療養哈，知道感覺心情真好啦哈。先為您介紹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呢台灣文產觀光協會嘅副理事長傅修良傅先生好。主持人，客家電視台各位觀眾各位鄉親，大家好。好。稍等為您紹介天嘅來賓係國立台東大學綠色科技產業碩士班嘅先生王文清王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好，謝謝我們的王老師。稍等為您紹介係台東縣政府建設處嘅許瑞貴許處長。主持人早各位資本鄉親大家早。謝謝。再來看到的是我們的台東縣政府觀光旅遊處的陳淑慧陳處長。主持人早，各位村民鄉親大家早。好，謝謝我們處長。其實大家對資本溫泉區有個很鮮明的印象深刻，近期那個很鮮明印象深刻，也是我們資本溫泉區鄉親跟飯店業者一個心中的痛，就是在2009年莫拉克88風災的時候，金帥飯店倒在卑南溪的那一幕啊。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我們已經經過了將近有這個5年多的時間了啊，那這5年多來呢，整個資本溫泉區，不管是內溫泉區還是外溫泉區，有些什麼樣的變化？還有就是當地鄉親對於這樣的變化，還有這樣的現況，有什麼樣意見呢？我們先跟着我們新聞鏡頭去了解一下。呢係2009年莫拉克風災所帶來嘅大水，同台東資本溫產區有名飯店打壞嘅畫面。同時，全航嘅5間商店一套大水嘅侵襲之下來消息。當時台灣嘅電視每點鐘攏重複放送呢個畫面，世界各大電子媒體也放送呢個鏡頭。呢個當然為台東縣政府帶來一道小型嘅經濟嘛，因為當時嘅風災造成當大嘅損失。談到水災，大家都講，這1-2年咧，大家來資本溫泉、洗溫泉嘅人，越來越少。經過幾年咧，水利局啦，台東縣政府慢慢嚟改建，加上我們的大陸客開放觀光慢慢讓人家資本溫泉慢慢再恢復起來，這樣子。雖然漸漸恢復溫產期嘅面貌，不過公部門嘅硬體建設進度慢，同時卻無整體規劃。面對當然安泰嘅觀光人潮，資本溫產當場只是大部分遊客休息者。沙卡莫停留享受了片嘅山拿之美，溫產度假區當場變做歇假區。大家來喺嚟聽遊社會，按資本溫泉地區新社會都係遊樂設施。希望講要觀光局啦，也講台東縣政府相關單位同資本局要加強建設，也就來台東資本了嘅人，有地方好了，有地方好吃，有好嘅環境。
政府当初这个资本温泉它没有做一个很完整的规划，所以造成现在资本温泉杂乱无章。它该做的地方都没有做啊！你像协商桥，它以前5年以前它就设计好了，然后到现在还没有施工，还没有通车嘛，对不对？结果当然会对地方的观光会造成一些影响。台东现界观光发展越来越好，去年的旅客已经突破600万。资本温泉区都经过风灾了后，虽然有建设，不过进度慢。虽然有1号的温泉汤店区，不过通线规划模糊。虽然有温泉商店街，不过油条落。游客來海南就走，當上油道打掃，完全通盤設計同硬體設施加強，同時結合彩體文化，提升資本溫泉區嘅觀光品質，係居民業者共同嘅期待，也係台中縣政府當然迎接很多觀光客所必須面對嘅課題。泰國新聞樣片嘅分析來發現到，其實資本溫泉區要面對課題係非常非常的多哈。但是了解了課題以前是認識一下，所謂東台灣第一有名嘅東台第一溫泉資本溫泉，它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來這個發現的哈？所以看到是1917年，哇！再過3年就100年了哈。如果說這個歷史上面告訴我們說，1917年是卑南族我們當地的鄉親的原住民來發現了溫泉源頭。在日本人的時候呢，他把這邊開發成軍官將士的養生休憩的地方泡溫泉嘛哈。那到光復之後呢，是由台東縣政府來接管，把當時候在日據時候稱為知本公共浴場的這個溫泉呢，改名為紅葉莊。到了1965年，就是民國54年左右，50年代呢，就開始有民間業者改建具有規模的飯店，這是我們知本地區第一波的這個繁榮，是在民國50年代左右。到了1988年，民國77年的時候，台灣整個經濟起飛的時候，這個股票上萬點的時候，這個新一波的溫泉旅館就出現了，整合旅館新建溫泉街，這個發展來到了一個高峰哦。那在之後再搭配國人的這個收入提高啦，甚至周休2日、國內旅遊風潮等等哦，這是又創造另外一波我們知本溫泉區的榮景。可是呢，到2009年，民國88年的時候呢，莫拉克風災，就是我們剛剛鏡頭上面看到的那個整個溫泉區呢是受創相當嚴重。那我想第一個問題先請教我們的這個胡副理事長，就是說，災後重建有一個很大的指標，就是我們現在從知本橋一過來就看到那個白色的協章橋哦。那協章橋其實現在已經是7月底，錄影的時間是7月底，7月初就剪彩了，7月底還沒有通車哈。我想問一下我們的胡先生說，你怎麼樣看看這個剪彩而沒有真正通車這件事情，政府它是反映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狀態？您認為政府的這個做法為什麼？我想應該是說這個協章橋，這在幾年前就開始設計跟建設。那到7月1號剪彩，我相信縣政府的目的是在這個颱風季節來臨之前，先做一個宣示，就是說這個協章橋其實可以不怕這個颱風來的時候影響了外面的溫泉橋的交通，已經可以通行。只是現在還有部分的引道跟一些的這個周邊要加強的一些設施還在進行中。那問題就是說，在這個7月初6月底，我們把它宣示說這個已經可以通行，這對外告訴大家知本地區是安全的。我想它的用意是這樣子。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許處長，這條橋剪彩沒有通車，什麼時候會真的通車？謝謝哈。其實剛剛理事長特別提到的部分，的確這是我們7月初在辦通車的主要目的了哈。那整個協章橋當時我們在施作的時候，大概只有設計到橋的部分，那引道的部分的經費當時是還沒有着落了哈。那這個經費是要從哪裡來？是縣政府自己要負擔嗎？我們有的部分從中央公路局那邊的哈。所以我們引道的部分是在天兔之後哈。去年天兔之後了，當時我們考慮到說，將來我們橋完成了之後，假如引道沒有完成，可能將來在使用上還是有困難，因為怕會造成交通瓶頸。還是一樣，實際上的用途不大，等於是有橋無路了哈。所以縣政府在當時直接由縣府，我們包括蘇俊。包括縣政府自己調整預算，縣長在這部分是全力支持。天兔之後，我想村長還有我們村民都知道，縣政府用自己的經費花了7000萬，
包括我们整个通洪的整个面积扩大，包括整个的防洪墙，包括整个引道都做。那在年初施工了哈，开始花包。照理说的话，因为我们实际上假如以工程来讲，我们在7月初整个全部完成是没有问题。不过我们考虑到这个桥完成之后，包括电信、电力公司，包括污水，整个希望一起处理。所以我们这个3个工程加进来之后，把整个完成的时间稍微往后移。不过跟你保证了，是8月绝对通车啊。那是不是真的花了这么多钱建设，我们村民都觉得很满意呢？我们知本地区的硬体建设还需要什么样加强？我们先开放乡亲来发言好吗？有哪些乡亲对于知本地区整个的硬体建设还有这个规划上觉得有意见，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那我个人觉得呢，交通的建设应该是比较最首要的，尤其是最近的这台风季节哈，那我觉得大家的感受尤其的深刻啦，因为之前有台风的影响嘛，对，因为像之前莫拉克啦哈，那还有去年的天兔的部分，那大家记忆犹新。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觉得还有包括像在每次台风了之后，台东的恢复总是最慢。好，大家应该记得莫拉克那时候，在太马里的时候，一条桥断了，那整个台东就像孤岛一样，那时候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对。然后那您是在地乡亲，您觉得台东地区这交通恢复总是很慢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在后端的边陲，然后在台湾的南部这种城乡的这种距离太大的原因吗？有点这个意思啦。那我相信应该是资源的不足。据我所知的资源分配的不足。对。那据我所知的话，像公路是公务段在负责嘛，那台东的公务段的话，它负责的范围真的是太大了，所有的机具跟人这个部分应该都不足，而且每次一到天灾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所关注的应该都是西部的都会区，那东部常常都让人家忘记了。除非是有农产要运出去，有这个要就学就医的，这乡亲都会有非常大不方便。对。好，谢谢您宝贵的3点意见。还有2位乡亲。我们现在目前是我们期待说这个协商桥做好之后，再从那个洪宇前面那个开过去那个步道，那我现在那个步道没有完整性，没有完整性，这个有个段落，然后到那个假山那边之后又有一段。整个就是这步道没有串联在一起，对。那步道是新盖的吗？没有，有一段时间了啊，它有在修复的这样子。那我希望说修复没有把它串联好。对，那修复之后，我希望说能够把那一条步道，因为它除了看溪流之外，他希望说那个步道是让人家可以很悠闲的在那边走啊。那现在在步道旁边有在做那个山坡的一个整治。但是这几年来，它还是落实不断，那现在我们只要一下雨，旅行社会把它这条路列为一个危险地段，问我们说有没有落实？因为他们大型车要经过的时候，是真的是很怕发生有一些状况这样子而且现在在这边的路客也比较多，也是属于国际性的客人所以我们都必须派员到那个路口去看有没有落实，然后再跟饭店做连线的联络，再通知司领是可以过的这样子。所以等于说莫拉克风灾所造成的一些灾后重建，其实到现在看起来还有很多还要赶进度的地方。对，还要可以改善的更好，所以我是想建议说能够做民隧道。那我们现在也不希望说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被陆客占领，我们要开发我们的国旅客人。那国旅客人要到森林游乐区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它的交通问题，他们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那如果说是我们的那个游览车司机几乎要进去的意愿都不会很大。那国旅的部分现在就是老爷有在做那个接驳，那但是现在是有跟森林游乐区谈好，说是可以这样子开车送客人到里面去啦。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客人不晓得有这个服务的时候，他们是车子开在外面，然后从外面再走进去，然后就是一直上坡到那边。外面有停车场吗？那一般的散客他们如果把开车过去的话，就是停在路边。
停在路边，对对对对，所以那边没有停车场，没有停车场，没有公共停车场，没有公共停车场，好，对，所以也会造成当地的饭店业者跟居民出入上面交通安全上面问题。对，有时候说停在那个边坡山上，这样子蛮危险的。好，谢谢这位大姐，谢谢。还有哪位乡亲？好，这位。那个我是代表资本温泉的业者哈。那我们想，现在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来台东的旅客哈，大部分都往池上的博朗大道或者是热气球。那这点我们当然很高兴，我们台东县政府行销这两块很成功。那是不是也请县府也多关心我们资本一点，好让客人能够想到台东就来到，可以想到资本温泉。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资本温泉的观光哈，但硬体的建设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们对于这个新建的协商桥，现在应该叫永南桥哈，我们也是非常期待。那我们希望它除了是交通动线的一个疏解的功能之外呢，我们也很希望它成为一个观光的一个意象，一个地标。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桥的两岸啊，可以做一些设施。好，比如说步道啊、单车道啦，甚至我们可以作为右岸咖啡或左岸咖啡之类的这样一个行销的。让桥不只是肩负这个交通的功能，它还有其他在旅游观光上面的配合当地的一个温泉的一个特色，好来在这边做一个慢活的一个游程。在桥上喝杯温泉咖啡。对，我们会很希望是这样子，这样我相信可以做一个吸引游客的一个功能。哦，更创意的这个部分。是。好，谢谢。后面那位大哥。当有这么多外籍游客，尤其是陆客。好，现在我最近观察东南亚、日韩，还有这个加拿大、澳洲，美国，很多不是光陆客哦，很多都会来到资本温泉。那如何把这些客人这个不要说晚上只住在饭店里面啦，当然饭店业者希望说他们就留在里面，能够消费他们里面的这些，但是我们地方的业者是希望说能够走出来。如何让这些已经进入到饭店的游客让他走出来，这是现阶段最重要做的事情。如何让他们走出来？我坦白讲，这边地理形势下面住的这个饭店，都是上千间的那个房间每天多少游客，但是真正出来的有多少人？原因在哪里？我们听到很多。第一个，各位可以看从那个房店过来到景光山庄，一直到现在忠义堂这个位置，晚上黑漆漆，没有路灯啊？有路灯，非常暗。然后尤其是景光山庄这一段，根本就是又有树荫又什么，很可怕。再加上有一些不孝的那个旅行业者跟导游他为了要顾他的客人一条龙大家知道，我就不用讲明。不要让他出来买东西，你知道？或者是到特定的店家买东西，对他才有好处嘛，所以他就会。跟这些他的客人都乱讲话，我听到很多。如果不相信我们的那个处长或者是你们可以晚上微服出巡，或者你们派你们的人晚上你们自己来听那个陆客怎么讲，不要听我们讲的我们真的是当台东县民，我在这边40年了，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离谱。那请问一下，这些导游或者是这个领队，他们是怎么样形容我们资本地区？太多了啦，不胜枚举譬如说，举个例子好不好？举个例就太多了啦。什么这边都是原住民的地方啦，晚上都喝酒闹事啦，打架啦，女孩子千万不要出来了，不然就被拉到山上去了，干什么的？这个前一段时间什么狂犬病，他说这边有一个很奇怪的动物，你不要出来，咬到就是得疯狗病，什么乱七八糟的。好，那针对这个乡亲发言，在这个工程建设部分，我们先请我们许处长，譬如说刚刚民隧道的施作啦，或者说呢岩壁崩落、步道修复等等。其实刚才我们乡亲在讲到民隧道我觉得这是蛮好一个方向了。事实上它经费当然是比我们现在目前做的方式大概多了很多倍的事实上也是我们乡公所吴乡长也提过了，我想县政府看完也相同不过它经费来源，当然我们会再努力争取，还在找钱就对了。因为实际上大概我们目前的防灾机制就是你除了大灾害以后大概那个要到钱，否则呢一般正常的话要钱是蛮难的。不过我觉得我们会找的适当时机我想这个部分大概有机会来做了那整个资本的这种建设，当然到目前来讲，其实才到一半了现在刚刚我们乡亲有提到的，就是说包括桥与桥之间的整个环境这一次我们在做替代道路就引道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做的就是在靠近那个资本溪的左岸的地方，我们有做步道。
所以我们将来也希望说，我们这个斜张桥，还有包括我们目前的这种停车场高滩地，还有整个环境，能够在让我们来资本的能够靠近那个我们整个资本溪啊，然后水岸的观光。另外，我们资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现在温泉桥它本身的通洪的量有限哈，所以我们经常发现到温泉桥有时候雨太大的时候、豪雨的时候或者台风的时候要封桥。短期内当然这一次是很安全通过，但是长远来讲，因为这桥本身经过这20几年这样冲刷，还是要再改建，所以我们目前已经确定，在往下大概200公尺地方会再改建做一个温泉桥。陈处长，我要问的就是说，我们刚刚听到有这个乡亲讲，哇，这旅游业者对我们资本可爱乡亲的形容非常的可怕。那是不是我们台东县政府花这么多力气在推介我们台东，让全世界的观光客都来认识了解，可是却毁在最后1里路？这么可怕的形容介绍，是不是我们要对我们的旅游业者先开一场这个讲习啊，这实质的教育培训啊？否则的话，把这么多人带进来资本，带进来台东，其实只是伤害了资本，也是伤害了台东。我不知道刚刚处长听到那个导游或领队发言，心中作何感想？可以先回应一下吗？其实刚刚所讲的那个氛围大概都是陆客团的这一个部分哦。那这个部分观光局它其实也有注意到。那不过我觉得整个观光哦，从2009莫拉克风灾，那资本第一天就中央政策它支持的就是陆客开放来台之后，指定台东为住宿点，所以目前其实大概每年来的一个团体陆客，大概有60%是会在台东过夜。不过我觉得那个是刚开始为了把人带进来，可是我觉得台东已经大概经过了这5年，我们自己也在讲，我们的观光的发展了，不能只是路过。其实这2、3年大家应该比较明显的是说，以前是路过台东。可是现在可能是路过我们的南北县市哦，已经就特别来台东的人已经明显增加。刚刚也有提过嘛，其实现在发现不只是陆客，国民旅游明显有增加，国际旅客也增加。那这个部分就讲很多东西一阶段一阶段。那我问题一下，先请教我们的王老师，就说其实。在台湾好像有个不能说秘密，就是所有的乡亲都在等选举年，选举年到了才能够要到经费来做建设。那我们偏乡，像台东这种地方比较偏远地区，城乡差距比较大的地方，就要等重大灾害后才有重大的重建基金进来，才有比较大的经费去做一些建设。可是这些建设，不管是选举年的建设也好，或是灾后重建也好，通常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缺乏一个长远的规划，所以对我们这资本地区的乡亲来讲，就会觉得说，做了半天，好像这个做的东做一点，西做一点，好像这样做也不对，那样一做也不对。政府说没有，我花了很多力气，投了很多钱。可是这个问题症结点，您怎么看？怎么建议？整个资本溪的在极端气候的状况之下，整个通水断面怎么样去做维持？上下游怎么样子来做保护？比如说现在我们上游了，总共有好几十座的林务局做的拦沙坝，多久了？30几年了。随时会发生什么问题，大家不知道。一个堰塞湖慢慢5年，慢慢让它下来，所以产生一个天兔一体而已。假定上面的那个沉沙池，那个拦沙坝只要倒1座、倒2座，那个想象的下面的疏沙的空间到下游来，整个我们现在2座桥的通水断面够不够，那就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上下游的一起的整治，到上游的林务局，到下游的我们县市政府的整个通水断面跟所有的堤岸的保护上面，要把它保护得很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保护得很好，在什么时候做？随时都要做，因为我们要随时维持这个通水断面。因为现在所碰到的极端气候是我们想不到说，今天好了，明天来一个大台风，可能下暴雨就是200年洪水频率。所以我们想疏水断面的一个处理跟堤防的加固哈，上次。莫拉克来的时候，为什么高野饭店没有倒？因为原先做道路的时候，钢板桩都在，所以他做是一个深基础保护住，所以才会把金帅倒了，高野没倒。好，可是如果说接下来护建的工作，我想那个处理头都那个就是以后的基础都是堤防的基础都是用深基础，可是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深基础的地方怎么办？以后或许天都台比莫拉克更大的台风来都有可能。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先看一下广告以后继续转来哈。
到村民台的节目现场，今日节目两样现场来到的台东延比南乡的资本文产区哈，所以都看到其实节目两样的一种旁顺是这个新的车庄桥、斜张桥，就在新的斜张桥旁边了哈。那我想。刚刚上一场有很多乡亲对地方的建设有很多的意见了。那在整个资本温泉区有分这个内温泉区跟外温泉区哦。那这两个温泉区间之间的串联旅游动线的规划，不知道乡亲有没有意见？对动线规划有意见，乡亲请举手发言。好，这一位大哥。我长期的在一直推想我的理念，就是说，把整个资本温泉的动线，为什么不给它规划好？整体的规划。不是说你县政府、公部门还是中央，你丢个1000万啊，就是把我们温泉那个动线那个区块铸造好，那就丢在那边了，就没有去维护。好，这几年来我发觉到都是这样，包括现在的我们县政府，把我们丢这个，像这次征收的这个区块，包括一个公共厕所，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管理。好。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好了，没有人清理维护，是不是？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停车场规划。那公共厕所是乡公，是属于乡公所还是属于？它是我们市政的啦，台东县政府这边观光旅游处这边的啦。哦。好，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所设定的临时公用停车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管理办法。所以说，所以建设的后续保养、维修、维护，这个都在建设完工之后就结束了。对。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是希望说这个问题真的比较有争议性啦。一个观光的地区，尤其是台东是一个观光门面哈，对这些小细节的话没有要求到的话，那怎么去推广我们的观光品质会提高呢？好，谢谢村长。还有两位乡亲对动线规划好，这位大哥。那个斜张桥好了，旅客来了，但伤脑筋的就是斜张桥附近的没有停车场。旅客势必停在附近，妨碍交通。哦，这是显然易见的未来的问题。那是不是在开放斜交桥之前，能够新建一个停车场？新都到朝阳这堤岸边还有很大的空间，那边是不是可以开辟一个大停车场？然后晚上也可以让，比如讲说资本村的居民在那边摆夜市。做一个观光夜市，土地区分使用可能要先了解一下，能够吸引很多的观光客在这边，对不对？消费，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吗？好，您的2大点建议听到了，谢谢。还有哪位乡亲对我们动线规划？好，这位大哥。这几年来，我们各大饭店都是以陆客为主。那陆客呢，到我们资本温泉都是搭乘大型游览车来我们资本。那平常那些大型游览车尤其在我们外温泉这边它停车的停车位根本不够。像在高野就是未来我们旅客服务中心那里的停车场，它规划这么大的停车场，只有13个大型车辆停车而已。那其他如果它如果游览车开到那里之后呢，它会被警察开罚单。那另外就是我们忠义堂前面这一块也差不多停40-50台而已。但是平常在旺季就是我旺季的时候那游览车大概都80-90台，根本我们外温泉这边的饭店对这个大型车辆实在是没有不够位置停尤其遇到台风季节的时候，像我们前面的这一块，它是根本游览车不敢停。那不敢停之后，我们饭店业者实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请相关部门帮我们想一下。那我想请问胡先生，就副理事长，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当地业者，刚刚乡亲的发言，您觉得说站在您一个就是业者的一个代表发言人上面，还有哪些东西是您觉得公部门没有注意到，或在整体的动线规划上还可以再加强？如果公部门能够跟我们业者、跟我们在地的住民呢，做一个充分的沟通，参考他们的意见，我想这个整体规划呢，一定可以很完善。那处长刚刚讲这个公共厕所盖了，没有人去维修，也没有人去做后续的保养，所以完工才是真正的经营的开始所以完工不是一个结束。那您怎么看回应这个问题？刚刚村长提到的那个厕所的问题，的确是问题。不过跟村长报告目前使用还能够那么顺利，而且各方面都能够正常，
事实上是有人维护了，谁在维护？是那个业者认养了。业者认养。所以我想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也有运用民间的资源。实际上提到这个问题，刚好我们今天大家很多业者在这里哈，我们有很多的构想，我们大概也会做，包括停车各方面大概都会考虑，包括我们在目前右岸这些的高滩地哈。目前协商底下这个部分这一块，我们在最近都会开始做整理。所以那个土地区分使用是河川地还是公有地？我们大概临时停车都没有问题。不过我想在做停车的部分，我大概有2个观念可能要跟大家说明的。第一个，假如说业者愿意认养的话，在短期内业者认养的话，这个可以长久。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将来一定会朝向使用者付费。不管你80台游览车、100台游览车，我觉得你要用公共的设施，就必须要付费，或者是有人认养，一定要付出代价啦。像我想，就业者不只是缴税给中央政府，也要回馈给地方台东县政府，是不是？你这个地方你要用免费停车场，我相信在各地区大概没有所谓的免费停车场，都一样，业者要一个就是你认养嘛，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使用者付费。我觉得这个观念还是要提出来。你做的再多的公共设施，假如没有使用者付费这种观念的话，你任何设施大概不会长久。现在我讲明，我们当然不要讲哪一家业者店，目前我们所的那个停车场，每一天那个游览车，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啊，他离开的时候到处都垃圾，游览车他下来的垃圾就丢一堆啊，这个我们也不必不讳言啊。但是这个后来谁在收拾呢？假如有业者认养的话，当然就单纯嘛，因为住在你这里，这个停车场你来认养天经地义嘛。你假如说你也没有付费又不认养的话，你政府再做再多的那个公共设施，大概维护的问题都会存在。陈处长，你来回答一下好了。对，如果说这个建设处已经说好，你要我盖没有问题，要我维修没有问题，但是使用者付费，那您怎么样跟观光业者去沟通呢？据我所知啦，因为我们也跟我们的业者讨论过很多次，就是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设施，大家也认为说，要有一个类似，就是要长久下去，使用者付费这个概念，我们的业者其实是接受的啦，应该是如果认知没错，因为我们还蛮常沟通的。那游览车司机他是要安全，他要好一个管理，如果适当付费，我觉得这是可以。那对于整个资本温泉区旅游品质提升这部分，有没有相亲或者说其他有私房景点要昭告全国观众的，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大哥。对于刚刚在讨论这么多议题大家刚才讨论的议题，大家好像感觉到都是好像针对观光业者、饭店业者。至于当地的居民，我们这边在座的乡亲好像都没有感受他们具体的可以感受到的一个东西。你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建设，带来的是游客，可是相对的，当地的居民感受到的是带来脏跟乱，交通问题、环境脏乱的问题，在地的居民对你们的建设、游客的进来是没有感受到一个好处，所以我对于这个观光跟产业、社区居民要让他们感受到整体的规划。然后带动整个观光旅游动线，是对于社区的居民是有回馈到的，或者是有获利到的。不然你们这些建设游客来，观光饭店业者在赚钱，他们相对的观光饭店业者，大家有回馈到我们温泉社区吗？还有哪位乡亲对于旅游品质提升有意见？好，这一位大姐。我们饭店业者非常乐意跟我们地区做结合。其实我们饭店业者其实也要自治啦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停车场的一个清洁问题。据我所知，其实有一些业者也非常的配合，就是大巴停车到定点以后，其实饭店的业者他们就会派出他们的车子来，在一段的时间就会集合那些垃圾，把它带回去饭店。那有一些部分的业者，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呼吁了，其实我们要跟这一个区域的居民，我们是共存共荣的一个地方的发展，你要发展观光，首要的就是一个治安，还有再来就是环境。你这2个都不好的话，其实就不用谈。我想在这个地方也顺便呼应就是说，也希望说我们饭店业者真的要非常就是我们要跟我们当地居民真的要再把这个关系拉近。你像过年过节，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巡守队马上加入这个交通指挥，帮我们去做
大型停车场、小型停车场的车辆的引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好了，谢谢沟通好不好？是。好，谢谢这位业者。后面那位大哥，这条刚才说要做民隧道，那个经费缺的太多了。我是有时候觉得有美国大峡谷那个突出圆盘那个玻璃那个知道，应该大家知道。天空步道那个我们的地点虽然没有像它那么豪华，那么雄伟，但是呢，我们突出去，这只要看那个河流，应该没困难。这个突出一个悬臂梁，这突出去应该这困难，这没有几百万啦。桃园县的有小屋来的有天空步道。对，稍微建设局还有观光客校那个照相，人家在那边照相就多少了，而且沿路从这边要走到内温泉，也必须要有一点点值得人家觉得说要去的动因秀诱因呐。好，谢谢这位大哥。好，这一位。主持人好，我是乐山农业发展协会，我代表乐山发展农业发展协会在这边有点建议啦，因为我们如果说要配合业者在这个观光方面我们是顺便说把药山的农产品、有机的农产品能够推广出去，但是旅客到山上，比如说我们隔壁的秀山、金针山，他们都有凉亭、有厕所，可是药山就是没有，就山不管地带就是没有。听说药山有个光明顶观景台，是台湾3大观景台啊。对。还可以赏樱，什么样的猛禽类？10月份的国庆鸟。灰面狂鹰。对，灰面鸠。是。就是没有厕所，没有凉亭，旅客到那边他下车也不知道去哪里上厕所，就是我们很差的地方了，这是一个建议这样。好，那我马上请观光处长来回答。陈处长，可以赏国庆鸟灰面狂鹰那这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不只是要去，其实现在台湾到处赏鸟也或者说参与这种生态，譬如说去什么紫斑蝶越冬啦，或者是说这个七股湿地的灰面琵鹭啦等等，譬如说垦丁恒春半岛有这就是国庆鸟来说，好多游客去，不只是专业的赏鸟人士，因为这个大家知道之后，也会想要借由这样一个机会去了解这样一个生态知识。我们这里有灰面狂鹰处长知道吧？在这个部分，我知道拍鸟的人在这个季节是很多人去拿着大炮去拍的那其实，在资本我讲说，它必须要让跟周边社区连接动线的社区连接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很必要的。像我们都知道，像日本有很多小镇，包括温泉饭店，它所用的就会想，这是我们这个在地的什么样的食材，所以这个连结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认为是很重要的。我先举一个例啦，大家主持人去年有到热气球那鹿野高台有50家的商店，上面是写我这边厕所是可以提供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有时候啦，在思考另外一个角度，因为盖一个建设，其实某些建设不是很多钱的建设不难，可是它要变成一个不是破坏景观的一个元素，它又有一点维持上又有一点困难，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思考。谢谢。好，那鹿野地区做了非常多年的社区营造，相信这县府观光处也跟营造单位有一些这个沟通跟协调配合了哈。好，我们现在再开放给乡亲，您觉得刚刚的发言里面有哪些部分是觉得您觉得是重点，可是没有讲到要补充的，请举手好吗？有没有？这位大哥。恭请处长可以去随便看哪一家饭店都可以了就可以走一下。进门口希望不要张贴什么本饭店周遭商店近期发生多起购物纠纷，没有那个什么旅游安心购的标章。好像在台湾就是非法，你知道吗？我这个问题我问过那个经济部我说你们真正在推广那个 GSP 反而不抵那个一个什么旅游安心购的标章，那个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是民间的一个协会发行的东西，然后我们如果要加入还要缴钱，还要干什么？我觉得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自己向政府公家单位申请到的这个合法的这个营业，我们有纳税我们申请 GSP 问题是导游通通旅游业者完全不提这一点，都说通通发生很多购物纠纷。我试问有发生什么购物纠纷甚至于我不客气的讲我今天这样讲可能饭店业者可能很不高兴甚至你们还派你们的人上游览车，车子到你们饭店门口，你派人到游览车上面直接公开讲，大家不要乱买东西，你们发生什么购物纠纷？
都不要来找我们。这什么东西啊？讲到这个真的是一肚子火啊，对不对？所以我希望真的恳请拜托，高空的话不要讲了，什么100年后、50年后、5年后、3年后，那个不知样啦。先把眼前的我这些已先把经存在的，眼前现在就如同我们陈处长讲，每天5000个人住进来，请问一下，我们晚上来敲码表，有多少游客走出来？有没有200个？5000个有没有200个走出来就好了？为什么不敢走出来？就被恐吓啊！就被恐吓啊！这边都是恶劣的居民啊，对不对？今天如果说县长有来，我就要问他啊，我们大家在这边住那么久，我们都是善良百姓，哪来那么多恶劣的人啊？对不对？我听到一个最好笑的笑话是陆客他出来逛，他说他住黑龙江，他就是喜欢打架闹事。他听导游这样讲，他说我就是要来看一看这边到底有没有什么打架闹事。他走了一个晚上，他说你们这么善良，这么对不对？商店还开 7-Eleven。全家开24小时，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干净的一个地方。所以真的是要让游客走出来，对，我就觉得这个这个麻烦就拜托陈处长等一下可以到饭店去看。好，还有没有乡亲要延续有补充发言的？那个森林游戏既然有那么多的经费，请县政府多跟他联络。森林游戏要有那个元素跟诱因，让人家愿意进去了。要多一些动态的大宝库，就都要好好利用。那是真的是我们资本温泉的最重要的地方。而且如果每一个旅客我走到那边，就是从内温泉走到外温泉了，全程都有走过了，不是只有定点来看看而已，是拍拍屁股，晚上睡一睡，早上就走掉了。这个离那么近的地方，只有2000公尺而已，不进去看这个宝库，这太可惜了。在森林游乐区管理得到，要多加油，县政府也要加油，加油，加油！好，加油，加油，加油！谢谢这位大哥。那我想先请王老师做一个总结跟回应，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后面我们看到是很大问题是在于当地的居民跟饭店业者之间的这种冲突跟矛盾了啊。事实上，整个知本温泉区，不管是对国内的观光游客也好，对国际观光客也好，是一体的。那您怎么看说？如何让这个居民跟观光业者之间的这种距离，或者说这种过去比较缺乏沟通或合作这个事情，可以慢慢的建立起一个好的循环的模式，让这边可以共生共荣，然后像热气球一样，品质可以冉冉上升。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在台东地区要做一个大型国际观光饭店跟原住民的沟通这是我这几年的经验，就是说业者要在这边生存，必须跟当地的你所沟通的百姓做互相的配合。那所以我们愿意释出我的工作权益、我的业务的机会、我的饭店所有的设施，跟我周遭的产品产业的契作。如果假定这部分跟业者跟我们的在地的住民能够互相理解，住民其实是业者最大的服务设施。比如说像我们愿意在我周遭的区域释放出20公顷跟原住民做契作，那你怎么去做规划？如果假定我们业者每个人花个50块，给我的旅客去做采购券，5000个人一个50块，一天就有25万的业者所释放出去的一个采购量，社区居民拍不会拍手？25万嘛，一个人只要一个业者一个人只要出50块的采购券给他，他不花了你就收回来，他花了你按照那个采购券去做回收处理。我想这部分是怎么样子让契作业者各方面的一个处理，让彼此一个业者跟在地业者互相大家一起赚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东海岸国家风景区希望把资本地区纳入风景区，对不对？还是有人反对啊？为什么资源要加进来，大家去反对？如果假定从东海岸一直走的东海岸风景区，从东海岸一直走到资本，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对嘛？所以有很多各方面的建设，其实是不是在地居民所能够了解的。我们也希望透过很多政府的政策大的宣传，怎么样子把资源整个串接在一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叫人家用走路的从外温泉区走到内温泉区，那不可能的啦。可是你用脚踏车骑过来，可不可能？很可能啊，10分钟、20分钟骑完了啦，对啊，都可以啊。那为什么不把山海连在一起，把整个串联在一起以后，一个资本有多大？就会跟垦丁一样大。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新闻范围的话，那资本就不会像现在的资本。好，谢谢王老师。那胡副理事长，您在这边经营了25年了，您刚刚看到很多乡亲对这个饭店业者有很多这个
一股怨气啦，哈，就说饭店业者之间，您回去之后会怎样跟大家彼此沟通协调，来化解这个彼此心中常年累积下？因为其实和气生财嘛，哈，就是说怎样跟社区之间能维持一个和谐的气氛，大家真的体认到说，我们都是资本的一份子，我们共同努力来经营这一块，我们都希望能够安家乐业、安居乐户地方。那我在这边提出我一个看法，是社区的人士可以跟业者做一个合作，因为我是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的副理事长，在这边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跟公部门讲一个，就是我们的温泉法第11条里面有一个明文规定，这个温泉启用会呢，除了支付管理费用外，应专供温泉资源的保育、管理、国际交流以及温泉区公共设施之相关用途使用，不得挪为他用。换句话说，这是专款专用。而这个温泉启用会呢，我们台东的温泉业者从民国95年缴到现在，缴在县政府的公库里面，应该是有好几百万在那边，应该是有好几百万在那边。那我想，这个专款专用的范围呢，这个温泉启用会呢，是可以编列一些的费用给我们的社区，由我们的社区成立，譬如说一个巡守队，或者这个观光导览的这个团队，我们就可以去培训一些观光导览团队，或者组一个车队，在这些的游客让他们去做接驳的这个部分，由饭店把这个course把这个讯息披露，甚至饭店也可以推出说，欢迎大家由我们的社区导览团队带着串门子，那各个店家、各个饭店业者都有释出一个优惠的专案，只要是我们社区的导览团队带过来的，都会有享受我们这个协会里面所提供的一些的优惠，然后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人士组织的这个导览团队或者这个巡守队可以带旅客走刚刚我讲的这个产业道路，也让大家认识资本温泉不是只有进来饭店泡个温泉就出去周边这些很好的有机生态的这个产业呢，也值得去看一下，去品尝一下温泉咖啡去看一下姜黄的种植跟现场的制作，跟精油的提炼，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tool。好，谢谢。我相信这样子的合作可以互利共荣。好，谢谢。我不知道两位处长听完，相信发言们觉得哇，豁然开朗。其实有很多办法都在地都提出来了，回应一下好不好？大概我们很多人的很多观念，大概都习惯上，很多部门就是要公部门来出钱。我觉得一个温泉区要能够永续的发展我觉得社区的支持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在这边营业的，不单单你缴税给政府以外，你对当地的那个付出你与其去要求公部门说我这几年你收了大概500万，希望花500万这个地方，倒不如你在公部门在这个地方，我那个温泉业者如何跟社区，我可能业者我这个地方我负责回馈这个地方，我来认养请社区来协助这个多少我跟社区来配合。我觉得这个比较实在，所以你意思说这个可以马上做的。温泉取用法专款专用，不一定要用在温泉村，用在卑南其他地方也可以。那个是解读的问题啦。我觉得应该很多问题我业者我们今天都在场嘛，我们这些人我们如何来做？比如说我今天是建设部门，我如何让营造这边环境，让人家晚上那个这关活动，早上有这个活动空间，我在住在资本，早晚各2小时的户外空间、户外的活动，我有办法在这边处理。这个是我们公部门要来处理的公共设施。至于它的相关软体就包括维护。这个地方当然除了社区其实人数并不是太多了，最主要是从这个业者比较多了。业者你这边营工这边压起来，我们住在资本地区的这个温泉地区的，我可能相关的社区，说不定你的人力大概只有200个或50个，设置100个而已。但是你相关的业者的人力在这个地方搞不好超过1000个你这1000个你不好好用，反而只是寄望这200个、这50个、这100个，这个蛮奇怪的。所以我觉得说业者跟当地的互动，这个蛮重要的。你不要寄望于公部门，寄望公部门每个地方都寄望公部门，事实上那是一事无成。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的温泉，
这个是我们业者的资本，我们社区的资本，所以我们当地人对这边有认同感，有共同付出的话，那个效果会比较大了啊。但是公部门责无旁贷，相关的公共设计要做。好，那处长提出一个反思，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来思考空间。那陈处长，我想今天有很多问题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些其实我们本来就有注意到，有一些没注意到，我们本身就应该要再去这个叫互相吸取。那不过来讲，观光的特色魅力还是真的要大家一起来，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台东的本钱就是一定要定位的是说，我们不能复制别人，甚至我们要做出来是不能被别人复制的。好，这样子。好，谢谢我们处长。资本嘅文产呢，讲做係东台湾第一有名嘅文产，佢韓國差唔多有100年嘅時間。今日來到咧就文產區、咧文產鄉，看到係大家可能係拿出書指定拍晒，講這晚要做嘅事情冇做到，然後你乜嘅事情對人有傷害，有可能冇經過咧從村民大批討論，然後咧仲係純粹去指定拍人買書，再牽行起來。牽行起來先聯絡大家嘅感情，做好溝通，然後協調以後呢，最後大家都南島強下團結大家力量，本嚟仲係資本文產做再獻給別人嘅方法。希望今日村民大會提供大家平台，俾大家溝通討論，也請共同關心，向下禮拜持續收聽村民大會，希望大家安之些，謝謝。